电影《我想有个家》被奥斯卡提名最佳外语片，口碑爆棚。剧情描述12岁的贫民窟男孩，因为父母只生不养，让他跟妹妹沦为黑户，被拿来交易贩卖。最后小男孩一状告上法院。另外中文版主题曲则是由星光帮歌手谢震廷献声，深刻呼应剧情，令人动容。12岁贫民窟男孩赞恩，因为父母不知节育，只生不养，害他跟妹妹流离失所，沦为黑户，甚至被拿来交易贩卖。妹妹被强迫嫁给小贩，却因为难产身亡。尽管面对人生困境，却都不愿屈服顺从命运，反更展现强韧的生命力。12岁童星赞恩演出最令人印象深刻。新片《我想有个家》被奥斯卡提名最佳外语片，好口碑不断。另外还有电影的中文版主题曲，则是找来星光帮歌手谢震廷献声，歌词呼应剧情。谢震廷赤裸写出曾在家庭中受到的伤害，现在走出伤痛，引起不少共鸣。尽管是小品电影，票房开红盘，全台已经破100万，成为新春电影黑马。